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1月初8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比。新闻头起先就先来关心全世界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选举结果已经出来啊。根据美国媒体估算，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以279票超过选举人票当选条件207张，打败现任的总统 Trump， 成做后一任的美国总统。不过 Trump 也未认输，伊发声明表示会发起法律诉讼。 伫咧美国的各主流媒体宣布，拜登打败川普，成做美国第59任总统。4月拢有拜登的支持者伫咧庆祝。美国时代广场头前就聚集真侪人伫咧庆祝。Our new president. 媒体认为，拜登伫咧宾州的领先幅度已经无法度超过，摕到这周的20张选举人票。 跨过要当选的270张的上基本条件，这场经过5天的选举，结果有人欢喜，也有人失望。4月拢有川普的支持者伫咧抗议，上千人伫咧亚利桑那的凤凰城表达不满。有媒体翕到，伫选举结果出来之前，川普除了得到大选的消息发推文，也去家己的球场拍高尔夫球。 伫咧媒体报道拜登胜选的消息出来了后，川普也透过伊的竞选团队讲，这边的选举要结束也够早咧。And I'm right now trying to find, do we get to see any ballots that we use for that purpose? If that's the case, then we have a massive nationwide lawsuit, so it could affect more than one state. 开始拍官司，伫选举结果挑战到底。外界认为拒绝认输的川普会造成社会冲突。 川普也是1990年代老布希了第一位无连任的总统。拜登伫胜选了发推文，对美国人民选伊领导这个伟大国家感到真荣幸。伊对美国人民讲，不管你票是毋是有投给我，我拢会是美国总统。记者综合报道。转来关心国内大代志。 台南永康昨暝发生爆炸，一间自助式的洗衫店，怀疑因为加速爆炸，规间店都火烧，火阁传到隔壁景区，目前传出有4个人受伤。伫洗衫店外口有一个查甫人坐伫咧涂骹，规身躯真侪所在严重烧伤，救护人员先清洁处理，才会送病院。 意外发生伫吹积暗，台南市消防局暗时9:29接到报案，永康区大林街有一间铁皮厝导火，派22车47人去拍火。到现场发现是洗衫店后壁导火，店内物件是东倒西歪，连看板也落来。消防人员先伫咧店内找到一位差不多60岁男性，规身躯36%烧烫伤，送永康医院病院。尾后发现3个人受伤，拢个知影人。 这场火警初步的研判的原因，疑似是里面的瓦斯气爆的情形。现场造成了有4名民众，据那个对面邻居描述，是因为进去那个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被波及的。伤者有3男1女。水衫店的业者讲，瓦斯是烘衫用的，一昨下昼有来店内，迄当阵无闻到瓦斯味。里面有几台烘衣机需要使用到那个瓦斯。 3台啊，都要啊。哦，平常有那个怎么去做它的安全消防安全性？我们有固定在检查，我们都会进去看啊。因为下午还有来看，也没有闻到异味或什么啊。我每天都会来巡啊。昨暗9:53分，消防人员把火控制掉。初步勘验发现，洗衫店后壁有4支50公斤的瓦斯桶，怀疑就是发生起爆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自由时报，卫福部头一遍针对虐待囡仔个案的医疗使用甲成本做分析，发现一寡囡仔住院的费用是一般囡仔1.43倍，门诊的费用是一般的6倍。其中捌受到身体甲性虐待被害者，医疗支出比一般人高38%。刷落来看联合报。 去年10月，台湾狗对保育类的动物内底除名，不过也是属于一般类的野生动物，受到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保护。若是非法饲台湾狗，上悬会当罚5万块。不过因过同年前立计是3件至4件偷饲台湾狗的通报，不过今年4月到今已经接到62件检举。上尾是《中国时报》
政府2年来要达到无用派遣人员的时间已经到啊。根据统计，属于行政院机关的派遣人数，对2018年第2季的7000多人，今年降到剩204人。不过用劳务承揽这个名义请的人，煞是增加5000多人。外界批评讲，根本就是请一个法，请法根本就是吃饱换腰。11月台闪电替南部带来未少雨量，不过落雨的地区集中伫平地甲沿海地区。台南的詹文水库甲南化水库欠水量加无偌济，市长黄伟哲是真烦恼。不过南区水资源局表示，因为詹文水库本身就较大，民生用水应该明年5、6月也无问题。原本5万斤降清大的闪电风台会当为南部水库带来水量，可惜大雨拢落伫平地甲沿海地区，和水情紧急的台南两水库詹文甲南化会当讲拢无入水。台南市长为第7视察南化水库，感觉忧心。詹文水库已经降到23%以下了，水情的部分要做最坏的打算。那当然，地方要跟中央紧密配合，包括农业用水、工业用水、民生用水如何去调配的问题，这点是我们要特别谨慎加以注意的。根据南水局资料显示，目前詹文水库的透水率是23.16%，甲詹文水库连通的乌山头水库是78.21%，两水库合计透水率是30.55%。南化水库是93.38%，因为詹文水库有效用量大，所以虽然透水率低，也毋过目前产业甲民生用水也无问题。我们詹文水库的库容是5亿到将近5亿0800多万。曾文水库跟乌山头水库2个水库合起来，它将近还有1亿6至1亿7的一个水量，产业跟民生的用水可以供应到明年的5月到6月。虽然詹文甲南化水库无入水，也毋过目前当咧支援台南用水系统的高屏溪受益伫风台，河川流量为一度计到剩40 cms， 升悬到7中道的312 cms， 也毋过全台水情紧急和水利署有员毋敢大意。我们会把握任何一个封面可能对水库集水区有降雨的这个机会，来实施人工增雨。那未来包括抗旱水井的这个准备，还有包括区域调度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目前工作的一个重点。趁着风台拄走中道，自然到8十文人义潭，面对保持甲前门外的水库拢是放人造雨药剂，希望会当为水库带来更较侪水量，减轻水情食来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渐渐变凉，烦恼新冠肺炎会伫寒人拖翻头。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会伫11月中公布秋冬专案来因应疫情的变化。其中甲民众上有关系是，会对即卖要求挂喙暗但是无强制执行的所在，选几个地点强制来实施。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搁再起，尤其欧洲甲美国确诊人数一直上升，比今年3月疫情增加更加紧。咱国也正建议秋冬专案因应严重疫情。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秋冬专案会向3大方向进行，包含强化边境管制，加强国内防疫做法。一个大概是边境管制，那一个是我们的防疫的新生活，那个我们的相关的检验跟检测。那当然，这些方案有一些是需要地方政府来配合的。伫边境什么时阵会解除禁令，和民众用的自由出国旅游？但是中讲，世界疫情上升真紧，全国明年底可能性真大。也不过最近唔敢乐观看待。不过有专家认为，明年头一季可望有新冠疫苗来上市，建议推动疫苗护照，证明来台湾的人拢做过新冠肺炎疫苗，而且产生中和抗体，安尼边境就使慢慢来开放，以免影响经贸发展。将来有可能这个变成国际旅行的要求的文件之一了哈，可能还有别的办法。不过如果你能够证明你打过疫苗，而且甚至你抽个血证明你产生抗体了，那大概很多国家都会认为你是安全的。但市长强调，秋冬专案实施详细情形会伫11月中公布，也会对现行要求挂喙暗的8大类场所内底，包含医疗照护机构、大众运输、卖场、市集等，选出几个所在强制挂喙暗。即阵也伫甲地方政府讨论，安怎确保在执行面有效果可行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冲击着观光，虽然安心国民旅游的方案带动国内游览的经济效益，不过国境若是继续管制，观光产业恐惊也是支撑袂牢。为着要抢救观光，对观光局发展基金当中借59亿来救市，目前已经报交通部审查。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还未顿伏，交通部观光局要求全台旅行社无限期禁止出团，加接待国外旅游团，已经有几啊间的旅行社停业，也是缩减门市来应付。有业者烦恼，若果明年疫情又无法度控制，恐惊会出现大量倒店。这个对旅游业来讲，现在是迫在眉睫，而且必须马上要开始做一些反应了，不然我想要撑到，应该没有一家旅行社有办法撑1年，我认为应该没有。为了帮助产业纾困，观光局自今年7月推出安心购入方案，根据统计4个月来，隆重刺激1780万人次出去佚佗，带动观光效益618亿。也毋过，等未到边境解封，各路也无法度救整体观光产业。观光局当年使用的观光发展基金也多大约60亿，到今年底大约剩1.76亿。伫明年度，政府有算无法度补半，决定买借59亿来补空棚。这也是基金成立21年来头一摆借钱。这种举债其实花不了太多钱，比你那种浪费在军购上面，我们的钱是9牛1毛。台湾是防疫的前段班，但是在纾困的末段班。交通部长林佳龙伫面册强调，今年疫情来得紧阁急，交通部已经真紧拟定纾困、护纾加振兴3部曲。北平经济保温之下被翻盘，交通部观光局建议的借钱计划，定义已经停报交通部审核，但审核完成了后会停报行政院同意，上紧12月就会当向银行公开招标进行借款。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新冠肺炎的疫情要拖袂收煞，欧洲的疫情是哪来哪吃力。法国政府搁再封城实施管制，不过也是无法度阻挡治病民众日日增加。民众就认为讲，因为这回管制无第一摆严格，疫情才会拖甲无赞无赞。为各种画面会当看出，巴黎市区第一波封城期間，街路是空，也毋过第二波擴鬆的管制措施之下，路上的行人車輛明顯變多啊。Il y a peut-être un peu moins de peur. On a appris à faire avec le virus et on se dit que si on sort masqué, on fait attention. Bon bah voilà. 有巴黎市民讲，第二波管制叫做减肥式的封城，当时也烦恼，安尼无法度阻止疫情扩散到后来，也是要進行更加嚴格防疫措施。La plupart des gens, je pense que la plupart des gens pensent comme moi en fait, qu'on n'a pas cette impression d'enfermement peut-être plus sévère que la première fois. Donc non, moi je n'ai pas beaucoup d'espoir quant à ce confinement-là. 根据统计，法国伫第二波防疫管制启动1禮拜來，單日新增確診病例由原大大增加，初5擺時就創下超過58000人的記錄，初6擺5更加是以60400多人創新紀錄。另外，病情嚴重需要住院治療的這段期間新增553人，來到接近29000人。Ça n'a pas été c'est pas une vague brutale, violente pour nous à Roubaix. Elle est montée graduellement, mais là on y est. 法新社報道指出，唔但法國，為英國到羅西亞，歐洲各國攏被第二波疫情掃掉，目前累積嘅確診人數已經突破1200萬，死亡病例也達到300688人。記者綜合報道。世界對抗疫病中心世界衛生組織後禮拜就要開世界衛生大會，咱台灣已經小連續3年無收到邀請。美國駐日內瓦代表團、世界醫師會等等攏發聲挺台灣，還有 WHO 就邀請台灣參加。看到9個月大嘅查某囝打講脫掉咧，裡面臨性命危險，毋過拄到越南國內醫療資源不足，加因為疫情封鎖國境，這老母寫批看下向台灣醫生來求助，佇咱國協調嘅成功來台灣接受手術治療並且康復。And then the ministry gave us a special admission under the COVID-19 protection, and everything was solved within that 16 days. 外交部發布影片宣傳佇全球疫情嚴重期間，另外一個台灣 Can Help 的真實故事。離世界衛生組織 WHO 有定在這個月初9召開世界衛生大會 WHA， 討論新冠疫情甲相關衛生問題。各國支持台灣參加的聲音也一直出現。美國駐日內瓦代表團初6發布聲明，呼籲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賽應該邀請台灣參加。由112個國家專業醫師所組成的世界醫師會主席也寫批予譚德賽，促請予台灣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 WHA。 You have been actively advocating for Taiwan'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particularly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uch support have been widely known, strongly felt, and deeply appreciated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日伫初六的拉丁美洲福尔摩沙俱乐部视讯会议，来自拉丁美洲17国加中美洲议会超过200位国会议员也发出联合声明，呼吁 WHO 正视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重要性。进前也波罗的海3国、中欧4国集团政要，也有欧洲、非洲福尔摩沙俱乐部成员，拢表示支持咱国参加 WHO。记者孙合报道。受到警察少甲高龄化影响，国军队明年开始，要当招募的名额会对22000多人降到12000多人。另外，伫美国宣布佮要卖台湾4架无人飞机了后，中国解放军遂公布无人机引导直升机打击目标画面，恐吓台湾的气味是真重。国军示范甲队演奏三军仪队表演戏情动作，为仪队甲爱国歌曲比赛献归序幕。会场也举办军事校园招生。国防部讲，对2022年起，国军每年招募员额会对原先22000多人减到12000多人，兵力是不是有够，也是一个问题。中共军会对我们进行很多渗透，还有资讯的窃取，所以如果增加我们那个资料保护的部分的话，是很不错的。在10月底已经达到88.3%，预判年底可以达到90%的计划目标。明年开始就会采取退补平衡的方式来招募所需要的人力。而伫美国宣布维护台湾4架 MQ-9B 无人机了后，中国也一直用军事恐吓。解放军直升机发射导弹拍着目标，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无人机采取新战法。和直升机飞行员即要进入武器射程，飞弹就使拍到，反制台美军事交流的意味增高。国防部长严德发初7指导海军雷达站甲用方飞弹部队，要求随时掌握共军动态，及时处理。而川普政府真侪摆维护台湾武器，有陆军退役中将认为，大部分届时效用无大，也排斥其他国防武算。F-16V 不管它能不能作战呢，但是它要依赖跑道。那台湾所有的机场都要跑道起飞的。那关键的因素，你为什么不卖 F-35给我们呢？它是垂直起降的，所以我们要的次，你没有给我。蔡华明分析，台湾现阶段真需要 F-35战机、旋翼飞弹、战舰，不过美国相关拢未买单，战力明显不足，恐惊无度动到美军救援。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先来看台中，对规划到完工用22年的台中捷运绿线，初六总算摕到交通部的营运许可。台中市政府会规划1个月试营运，利用这个期间观察班车的路线设计，找出爱改善的问题。台中捷运绿线10月25号完成入勘，当时交通部提出12项营运进程需要改善的项目。台中市政府改善了后，向交通部提出保证的资料，终于伫咧6号摕到交通部核准的营运许可。目前台中捷运公司已经开始规划为期1个月试营运。试营运期间，事实上我们就是要赶紧让民众能够熟悉搭乘捷运这件事。预计如果是1个月的试营运的话，可能前3周我们开放的时间会稍微短一点，最后1周、第4周我们就模拟正常的营运时段。台中市政府表示，台中捷运绿线为北屯到台中高铁站，全长差不多16.71公里，总共有18站。为1998年省政府期间就已经规划，一直到完工，摕到营运许可。经过22年，真侪台中市民拢真期待捷运绿线正式通车。但希望台中市政府会使较紧改善相关的问题，嘛要做好捷运的转型脚步，才会使让公共运输更较便利。附近的停车场可能要规划一下，对，因为这样上捷运人会比较方便这样子。市中心要规划出到比其他的地方的话，我们会觉得说那个车子的数量不多，对，变成说我们还是有一些要骑机车或开车到那边，然后去找停车位。台中捷运公司表示，1个月试营运，除了要让民众习惯坐车的方式甲动线，嘛会针对相关的设施设备进行提升。另外，民众提出的问题，嘛会较紧来解决。希望在咧正式通车营运了后，会使有效提升运量。记者台中综合报道。花莲昨举行太鲁阁马拉松，剩13000多人参加。
不过早起要9点的时，竟然有10个人去互河头蜂攻击，其中有2个人伤势较重。加在第1号站紧急处理了后，送病院治疗已经无大碍。也若是为怎样这寡人会去互河头蜂叮咧，原因还阁继续厘清。透早6点钟，泰鲁国家日头就真大，参加马拉松的人，伫东西环冠公路牌楼前伫等待。为参加5公里快乐马的前总统马英九，也甲花莲县长市政委这人伫起点遮热身准备。泰鲁国马拉松真热门，一班2000多名跑者参赛，加上家己来，规个路线拢是参加的人，每少人也停落来翕相，上团拍卡。台湾10景之一吧。有来参加过吗？有，我今年是第3年了。晚9点的时阵，大会就是接到工作人员通知，讲有10多人伫布洛湾甲中春树的路段，互虎头蜂攻击，随送到现场医疗站处理。其中有1人昏迷，1人出现过敏的反应。状况比较严重的病人是先送回我们医疗总站哦。那目前是有一个比较严重，可能血压比较不稳定的病人，有先后送到医院这样子。昏迷的人伫1号站清醒了后，送国军花莲病院观察，无性命危险。另外1个有过敏反应的，也伫1号站休困了后，送医观察不要紧。其他3个人经过医疗处理了后，继续比赛。办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虎头蜂出来咬人。大会执行长讲，接手主办7年以来，头一摆拄到虎头蜂来攻击事件，加在现场医护人员真紧就治疗，参加的人无性命危险，比赛圆满如无。离虎头蜂原怎走在定人，也需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永和有一间公立幼儿园传出有不当管教的行为，家长指控讲，因查某囝因为食饭伤过慢，去互老师罚站，而且老师甲伊的饭咽倒，佫要求伊爱捡起来继续食。过程当中，大力揪伊的手骨，造成因查某囝的手骨乌青。新北市教育局就表示，看监视器画面了后，开始有悠悠落落的行为，目前园方已经把老师调去别个班。读新北市永和这间公立幼儿园的囡仔，平常时伫3楼空间活动，甲集中斗长。一位家长伫脸书是指控查某囝10月12伫遮，因为食过收饭，互老师罚徛咧食，佮拍掉查某囝的碗，要求捡起来食。过程佮真大力去揪伊的手，造成乌青，自此毋敢佮去读册。但是园方解说是同学饭，互一个老师无说字落去涂骹，女学生一定要捡，互另外一个老师阻止，才会去揪。我们认为啊，老师可能是有点急躁，那因为小朋友也不愿意啊，就这样拉起来这个手变那这样，可是他没有体罚这位小朋友，老师在这时候你的情绪还就是没有控管好。澄清老师无体罚，但是确实情绪失控。学校表示，即马已经调去其他分班，嘛禁止入班。女学生即马是由甲妈妈正式的老师来带。对家长指控，原本答应3楼监视器要保留，了后煞讲歹去啊。园长是讲，原来有44支，早就请业者来收13，是确定便压去歹去，结果餐厅迄一支是歹的。就是有一台的。那个灯好像怪没有亮啊，我们就有报修啊，刚刚没有来，我也不确定是哪里坏掉，就是都很粗糙啦。你说你装不装先其次，但是连调都调不出来，你没有做到好的决心，你干嘛去做那个半调？反而让家长受到2次伤害。全告总指出，家长上疼的就是有监视器嘛调无画面，重点也是画面的管理使用甲维护。新北市教育局是指出，检查2楼教室监视器的画面，确定有去揪，若是确定违反法律，上重是罚60万，嘛以教评会来达成改评、停评、无继续评。记者陈志明新北市报道。受到东北风的影响，今仔日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会略略较凉。气象局针对基隆、台北、新北发布大雨特报，北部、东部、东南部佮有中南部的山区嘛有局部的低10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到好天。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19度到25度。中部地区是21度到29度，南部地区是22度到31度，东部地区是21度到28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18度到26度，
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